People of prayer， 禱告一族。People of prayer， 禱告一族。 People of prayer， 禱告一族。 People of prayer， People of prayer， People of prayer， 正咯。點解要去 retreat 啦？咁啊，梗係因為1年1次可以同神親近啦。有專程由加州嚟嘅講員。點解呀？因為地正咯，有山咯，有水，有泳池啦，又有好多分喎。哇，仲有好多嘢食啊！又有現成嘅招待，仲有工作人員對你照顧周到喎。所以咪要去咯，冇錯啦。因為有得食、有得玩、有得瞓、有得住、有得同弟兄姊妹相交、有得去聽講員講道、有得去大家一齊有一個好 relax 嘅時間，去令自己嘅靈命亦都有得重現啦。人間可有熱愛如豔陽，自你當天出現，長夜變明亮，送我新的盼望，全超於我想象，能預見到你像冰天的太陽，從此不怕夜冷到了我。就算冰霜披面，仍未覺驚慌。縱使風急雨狂，途中總見希望。全賴你看顧着我，輕易我從來未去過，都好想去喎，希望到時見到你啊！係9月1號到9月3號9月1號至9月3號 Labor Day Weekend 回轉，一定要嚟啊！大家一定要記住去啊！1年1次㗎咋，快啲參加啦！吹冷雨飛，全沒法叫我搖蕩，一定嚟啊！像神